現代社會健康意識提高，少不免服用保健品，希望可以強身健體。不過服用過量，最壞情況唔單止係冇效，而係有機會損害內臟機能。服用保健品嘅時候，有咩要注意呢？講到常用維他命類保健品，不得不提維他命 B 集。所謂 B 集當中包含8個成員，而每個成員都有佢嘅功效。其中 B1 可以保護神經，減緩發炎。B9 其實係葉酸，佢同紅血球生成同胎兒發育成長有關，建議婦女喺懷孕前後適量補充。維他命 B12 本身淨係喺動物性飲食揾到，所以全素食嘅人有需要補充 B12，維持紅血球生成同蛋白質代謝。營養師話，服用 B 集之後尿黃係正常嘅現象。佢係一個水溶性嘅家族嚟嘅，咁所以每一款其實都食得過量嘅時候咧，一般嚟講都會經過尿液排出身體外邊。補充維他命 B2 嘅話，有機會出現熒光黃色呢樣嘢嘅，咁但係呢樣嘢都係一個正常嘅現象。但係維他命 B6 或者 B3咧，如果過量嘅話咧，都可能會有神經系統上面嘅問題啦，或者會有皮膚潮紅呢啲狀況。咁所以都唔係話水溶性就可以大量咁樣補充。作感冒，好多人會即時補充維他命 C， 希望增強抵抗力。恆常補充維他命 C 係咪就少啲機會病呢？咁佢係一個好強嘅抗氧化營養素啦，亦都會促進膠原蛋白嘅合成啦。佢同增強免疫力啦，同埋幫我哋促進呢個鐵質嘅吸收都係好重要嘅。咁但係根據現時嘅一啲科學研究咧，其實恆常補充維他命 C 咧，最多只可以幫手縮短個感冒嗰個病情。咁但係冇足夠證明咧，佢可以幫手預防感冒嘅。咁所以甚至即使發作咗，即係已經感冒發作之後，再大量補充維他命 C 咧，其實個效果都係相對有限。都要留意就係長期好劑量補充維他命 C 咧，其實都會增加患上腎結石嘅風險嘅。維他命 D 有助提升鈣質同磷質嘅吸收，維持牙齒骨骼健康。喺天然嘅食物入邊，例如三文魚、沙甸魚等高油性嘅魚類，甚至蛋黃都可以揾到。但飲食只可以補充人體所需維他命 D 大約1至2成。營養師話，大眾要同時每日曬10至15分鐘太陽。衛生署亦為啱啱出世至12個月大、少曬太陽並且母乳餵哺嘅嬰兒提供同建議補充適量液態維他命 D 補充劑，但一度發現有部分家長記得過高劑量。維他命 D 過量係有機會會導致高血鈣症呢啲啦。咁而亦都有合鐵嘅一啲兒童保健品嘅話咧，如果大量唔服咧，亦都有機會會導致急性嘅鐵中毒嘅。咁呢個嚴重嘅話係有機會致命。營養師話：呢啲營養補充產品切忌服用過量。舉個例啊，咁可能一個女士可能平時食1粒綜合維他命當中可能有750微克左右嘅維他命 A， 咁如果佢可能有聽啲朋友講話，可能魚肝油對皮膚好嘅話咧，咁可能再額外再食魚肝油丸，咁多度可能再疊加咗可能800微克嘅維他命 A， 咁再加上佢平日飲食當中攝取到嘅維他命 A 咧，呢個都比較容易接近咗或者超過咗每日嗰個上限。脂溶性嘅維他命，因為會積存咗喺個肝臟，長期超標嘅話咧，有機會導致有肝毒素呢個問題。過量嘅問題亦都係比較擔心嘅。呢一日我哋做街頭訪問，了解大眾服用保健品嘅習慣。佢係28歲嘅蘇先生，接濟隊邀請佢喺途中揾出自己有食開嘅保健品，魚油、鋅、維他命 D， 數數下佢仲話有食開維他命 K， 飲蛋白粉同鋁補充劑。A 同埋 C 同埋 E 呢啲靠我哋平時普通日常飲食其實已經有，我會食呢一個叫做綜合維他命比較多咯，因為佢已經包含晒其他維他命。
咁後生，但每3個月就使成1500蚊買保健品，唔通身體好差？因為屋企人身體唔健康，導致我會提早有咁嘅諗法。係因為老一輩嗰啲都市病啊，或者返工啊、捱壞身子都見得比較多。好多獨居長者少煮飯，清茶淡飯又一餐，仔女都會為父母買一啲保健品嚟補充營養。80歲嘅習婆婆就係其中一個，佢都係保健品嘅資深用家。佢哋台灣食咗話啲腳好行得好啲，我有食啲餸飯，我好懶煮，食唔得晒拎啲翻嚟食，咁夜晚就有時煲下粥啊，有時煮下飯。服用葡萄糖胺係咪真係可以補充關節入面嘅軟組織呢？佢通常會聲稱修復同埋維持關節軟骨啦，或者舒緩翻退化性關節炎嘅一啲症狀咁樣。咁但係呢個其實係一個比較有爭議嘅領域嚟嘅。一啲大型啦，甚至高質量嘅隨機對照測試咧，其實就顯示佢哋嘅效果係同安慰劑個分別係冇顯著分別嘅。唔少長者都會額外補充鈣質，鈣質主要係維持骨質密度、預防骨質疏鬆，而唔係修復關節軟組織。確保有足夠嘅鈣、維他命 D 嘅攝取，甚至補充埋負重運動咧，都係預防骨質疏鬆好緊要嘅。如果單靠飲食，譬如一啲奶類啊、豆製品、綠葉蔬菜未能夠達標嘅話咧，咁可能就要考慮鈣質嘅補充劑咁樣啦。咁但係咪一定要補鈣咧？呢個講法都有值得商榷嘅地方嘅。咁所以如果部分嘅長者佢個腎功能已經衰退嘅話咧，佢排鈣嘅能力會下降嘅。咁如果喺呢個情況底下再大量咁補充翻鈣嘅話咧，有機會導致高血鈣症。營養師又話，高劑量鈣質會抑制鐵質嘅吸收，嚴重缺鐵會引致貧血，建議兩者要相隔2個鐘以上服用。鍾意飲奶茶、咖啡嘅人都要留意，茶當中其實會有單寧酸啦，咁所以呢種物質其實都會同鐵去結合，令到佢變成一啲不溶嘅化合物，咁令到腸道對於鐵質就冇辦法吸收。咁所以如果鐵質嘅補充劑嘅話，記得同茶就相隔1-2小時服用會比較好。唔好以為食保健品最壞嘅情況只係冇效，服用錯誤可能隨時令病情惡化。林奕希係註冊藥劑師，平時喺社區藥房為市民提供用藥建議。佢話有啲保健品同藥物係會相衝，一般市民好難自己計喎，或者中間又涉及有好多嘅唔同嘅比較啊，或者係原來唔同嘅年歲又有唔同嘅攝入量。我哋會喺配藥嘅期間咧，去聽翻佢哋本身會唔會喺服用嘅過程出現咗啲咩副作用，逐樽去幫你分析翻啊，去計翻嘅總量啊。我哋成日講嘅舊式嘅薄血丸華法林咧，其實同維他命 K 咧係有衝突嘅。呢個衝突咧唔係話我隔開時間就會避免到嘅。一啲4環素類嘅抗生素藥物啊，鈣質會影響咗呢啲藥物嘅吸收，減低咗呢啲藥嘅療效。喺本港，藥物及藥劑製品主要受到藥劑業及毒藥條例管制，當中亦提到一啲保健品入邊嘅常見物質，通常唔會被視為藥用物質，例如軟骨素、膠原、鈣、鋅、鐵等嘅礦物質，同埋魚油、羊奶等等，無需要向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註冊出售。佢哋認為保健品啫，又未去到藥物嗰個級數，誤以為咧一啲綜合維他命啊、礦物質都係一啲好平常嘅嘢啫。嗰啲軟糖都有機會超出咗佢應該吸收嘅分量嘅。唔係咁多，好。有啲天然食物嘅營養價值係保健品無法替代。我哋都唔希望咧，去用一啲合成嘅產品去作為我哋嘅營養來源。如
果你係喺一般嘅飲食當中，可能某一啲營養素攝入唔夠啊，係啦，咁你可以作為一個輔助補充嘅狀態咯。如果大家有定期驗身嘅習慣呢，如果驗血報告話俾大家聽，原來你缺少咗某隻嘅營養素喎，咁我哋就可以針對性咁去補充啦，咁樣係比較安全嘅做法。